箴言第12章第1至28節，良善的人得耶和華悅納。一喜愛受管教，就是喜愛知識；恨惡受責備，則是愚蠢。二良善的人得耶和華悅納，滿腹陰謀的人則被耶和華定罪。三人似惡行不能站穩，二人的根卻不動搖。四有才德的妻子，是丈夫的冠冕；可恥的妻子，如丈夫的骨瘤。五義人的籌算公平，惡人的計謀詭詐。六邪惡者的話埋伏着殺人流血，正直者的口能解救人。七惡人傾覆，就不復存在；義人的家卻屹立不移。八人得稱讚，是因明智；心思歪斜，將被藐視。九被人輕看卻有奴僕，勝過自尊自大而缺少食物。十二人顧惜自己的牲畜，惡人的憐憫也是殘酷。11耕種自己田地的人飽享糧食，追求虛幻的人則是沒有理智。12惡人貪圖壞人的獵物，義人的樹根常結出果實。13口中過犯是纏住壞人的羅網，義人卻脫離災禍。14人說良言就飽嘗善果，因雙手的工作而得到回報。15愚頑的人自以為走正路，智者卻聽從勸告。16愚頑的人有怒氣就立即發作，精明的人卻能容忍侮辱。17說真話的人彰顯正義，作偽證的人弄虛作假。18說話輕率，如同用刀刺人，智慧的舌頭卻能使人痊愈。19真誠的嘴唇永遠屹立，說謊的舌頭轉瞬即逝。20圖謀惡事者心存欺騙，倡議和平者心裏欣然。21義人都不沾壞事，惡人卻飽經惡事。22撒謊的嘴唇，耶和華心惡痛絕；行事真誠的人，令耶和華喜悅。23精明的人隱藏知識，愚昧的心發表愚頑。24勤勞的手掌權管理，懈怠的人將服勞役。25心中憂慮使人沮喪，一句良言使他歡暢。26義人引導好友，惡人的道路使人走迷。27懈怠的人不烤獵物，勤勞是人的寶貴財富。28公義的路徑有生命，這條路上沒有死亡。